首先啊，恭喜廖康明啦，同埋阿布文啦，贏取2026年啊今屆嘅打比大賽冠軍，而且贏嗰個時間係非常之出色啊！個完成時間啊，唔需要2分鐘就已經可以贏取呢個頭馬。呢個梁家俊騎數字天文都唔失禮，都跑翻入 Q， 跑第二。呢兩隻馬入 Q 咧，就構成嘅年齡位咧都成10幾倍啊，都非常之好分。我哋本台都有介紹。今次嘅打比啊，功德圓滿啦，證明呢兩位嘅練馬師啊功力非常之深厚。星期日嘅賽事啊，都係非常之精彩，非常之開心。星期日嘅賽事啊，都係非常之精彩，非常之開心。谷草又跑9場賽事啊！今次快活谷咧，我睇個練馬師咧就係姚本輝馬房，因為睇佢個棚馬嗰棚手馬咧，都好勁啊！強陣啊，快活谷買咗個強陣出嚟。輕功猛男啦，一定掂啦，日馳千里啦，千杯經典啦，同埋呢個啱啱初出啊，今季初出嘅高士威勁啊，隻都幾好有份量㗎，唔贏都有位置。先講第五場咧就係3班1000米，呢一場咧同情上米得最高咧就100%，就係方嘉柏嗰隻飛龍在天。不過咧，佢呢隻馬就4班就好鬼惡，上咗3班咧，最近嗰2次賽事都係冇乜料到，同埋最近試習都係比較曳少少。呢隻飛龍在天咧就本來就老程專家，即係谷草所謂谷草嘅1000米專家。今次嘅檔位就排9檔就唔係咁理想咯。如果係排比較內檔就可能會增加佢嘅爭勝機會。呢隻馬就勝在就係放嘅，不過如果隻馬放得出就即係有會叫，同埋就可能3甲就可能會比較穩陣。但係咧就今次9檔同埋升咗3班之後咧，會有阻力啊，同埋個狀態唔係起得咁好啊。見佢操到個狀態可能唯一擔心個狀態未翻晒去昔日嘅水準，即係要贏就好問水，驚佢有前冇後呢隻馬。佢有2個唔好嘅地方咧，就係第一，佢可能有機會放唔出，即係慢閘啦。第二，佢個狀態咧都係一個疑問啦。似乎咧試閘都話俾我哋睇，佢都係即係馬好似仲未得。佢唯一嘅優點就係人馬合拍啦，配合何澤堯都係話晒都喺個路程贏過，但係信心就係唔大啦。另外1號咧就同程上咩率咧就50%。咁佢呢隻馬就個狀態咧，近期嘅神貨表現咧都幾活躍下，都有8-9成狀態。佢個跑法咧就係靠後追嘅，咁睇下追唔追得到啦。羅富全配潘頓都令人放心嘅。馬有實力，馬如其名啊，馬有實力，但係贏咧就唔夠咁寫包單啦。Q 同 QP 咧就即係預埋一份咧，就都係一個不錯嘅選擇嚟嘅。另外咧就3號咧，燭光晚餐就係徐以石馬房嘅，配有奧爾文啊。今次咧就好 lucky 啊，就相當之幸運啦，抽到1檔。呢隻馬咧就呢個跑道1000米咧就贏過嘅，之前就俾幾人咯贏過2次，上2次嘅人都好出色啦。呢隻馬上次配奧爾文就跑11跑雙位名次，跑第11啊，差唔多攬尾咁滯啊。佢上次係冇飛嘅27倍，佢就跑1200咁啊，跑1200啊，梗係同跑1000啊，梗係爭好遠啦。呢次可以俾個機會佢嘅，不過咧燭光晚餐就試閘有前冇後。上次因為排10檔個路程1200就始終都唔及1000咁好啊。佢又隻馬就好中意就係搶欄嘅，即係有條欄就可能會比較好啲。佢排1檔咧就相信咧就即係都幾理呢隻馬嘅，只不過咧就擔心佢3班就未必夠4班咁惡。佢升3班就孭輕磅又好啲，但係今次加到7磅134磅，贏就問水啲嘅，我覺得。不過咧就配合奧爾文就唔擔心嘅，奧爾文嘅騎短途快馬就即係令人有信心好多嘅。加上呢隻馬就梅花間竹，
咁啊，始終呢隻馬燭光晚餐咧就都係有啲份量，而家就係唯一係克唔克服到嗰個重磅嘅問題咯。檔位就靚啦，睇下可唔可以一放到底啦。不過隻馬就係劉志聰啊會好啲。呢隻3號燭光晚餐咧有權贏嘅呢隻馬。呢隻3號燭光晚餐咧，如果你對隻馬、對馬房、對騎師有信心嘅話咧，就買開繼續買啦。呢隻燭光晚餐同情上名率咧就57%，咁咧佢就仲高過1號馬力啊。咁1號馬力同埋3號燭光晚餐咧，應該就馬力就去追嘅，睇下追唔追到佢燭光晚餐啦。咁咧就你至於邊隻買邊隻獨贏咧，就各自取捨啦。另外12號品德寶寶咧就係都相當之有質素嘅馬嚟嘅，今次咧就減12磅，咁啊文家良馬房嘅就配合巴道。不過呢隻馬咧雖然就咩輕磅啊，隻馬靠後追嘅，都驚佢後上不及啊。咁啊加上呢隻馬咧就似係梅花間竹，擔心佢咧就喺個班第3喺上3班未有即係冇乜優勢啊，唯一就係最大優勢就輕磅同埋檔位好咯。佢呢隻馬就一定要係抽得好檔，就會機會就贏面又高啲。不過就驚佢唔夠冚啊！呢棚馬度，如果你要得品德寶寶嘅，咁啊飛龍在天就唔少得，因為飛龍佢都係輸過俾隻飛龍在天。但係今次飛龍在天呢，就冇乜優勢，同埋飛龍在天就狀態啊操練都唔及往時，會贏就掹水啦。呢兩隻馬飛龍在天同埋品德寶寶。咁另外有一隻谷草專家咧就人和家興啊，咁啊呢隻馬今季咧就已經係算有交代㗎啦。咁啊配潘頓啦，就已經係捧杯啦，同埋今季都已經係算係買正借咁滯嘅。咁啊喺呢個班次喺3班裏邊咧都係得個近字啦。你希斯配合班特利，希斯配合班特利都係咁話。咁另外6號嗰隻價值傳承咧，呢隻新馬咧就未得住嘅。呢隻馬就係配合潘頓啊，騎最叻嗰次係喺沙田1000就跑第2。咁今次阿潘頓都唔騎都唔要啦。今次咧仲要排個12檔。隻馬嘅進度都係徘徊啊，就暫時都唔係想象中之咁叻嘅馬嚟嘅價值傳承。咁啊，另外貴福特咧就配合田泰安騎嗰隻權傑巴打啦。咁啊，佢係同12號一樣啦，就個檔位又靚啦，同埋又今次又減5磅，咁啊幾好跑喎。咁但係咧佢隻馬咧就跑快谷1000就唔係話好叻。30部隊嚟嘅，其實呢隻馬都可以唔要。咁啊，廖康明嗰隻年少多好啊，同埋阿韋達嗰隻紅日社啊，呢兩隻馬都係越跑越差。咁啊，雖然排個靚檔，咁都係冇乜優勢嘅，即係難言穩勝。即係呢兩隻馬都可以掉得，年少多好同埋紅日社，即係個真實機會都非常之低。佢都係諗住都係呢兩隻馬都係再試跑下先嘅啫。咁啊，其餘嗰啲就係初次跑谷草啊，同埋初次上陣咧，都係觀望下先啦。咁但係咧，阿姚本輝嗰隻高士威勁咧，呢隻馬咧都係有來頭嘅。外地跑外地啊，都係贏過2次，跑3次贏過2次。咁佢都係短途子彈快馬，相當之有速度嘅馬嚟嘅。同埋咧，佢勝在就呢隻馬就係擺前面走啊。咁如果呢個跑道咧就星期3跑呢個 B 跑道啊，B 蘭斯灣，咁啊相當之幾啱呢隻馬跑喎。加上馬房咧就有動靜，呢隻馬就係應該係谷到行晒嘅啦，即係有心啊，擺明咧就係一出即勝嘅。咁咧就睇下佢過唔過到嗰兩關啦，就係阿潘頓嗰關馬力啦，同埋燭光晚餐啦。因為其實呢兩場馬咧就舊馬嚟講咧，最有實力就係馬力同埋燭光晚餐。咁啱咧就燭光晚餐咧就應該就都會擺前嘅。咁佢抽得內檔一檔咧就又益咗佢啦。咁另外阿潘頓嗰隻後勁係好有追勁嘅。咁佢排外檔咧就好過塞喺裏邊排外檔。咁啊，又係非常之好跑。
姚本輝即係高少威勁咧，今次係擺明車馬㗎啦，有心就係想立呢個杯㗎啦。扶輪8週年杯啊，扶輪8週年杯就係星期三法國嘅賽事嘅焦點啦。呢一場應該3號燭光晚餐同埋1號馬力啦，同埋12號嘅品德寶寶咯。咁啊都係單飛馬嚟嘅。咁啊方嘉柏嗰隻飛龍在天咧又係單飛馬嚟嘅。咁啊大家鬥單飛。但我如果係舊馬嚟講咧，最有信心就係1號同埋呢個3號咯。但係咧就今次我就反而推介阿姚本輝嗰隻高士威勁啊，睇下可唔可以日出即勝啦。咁就至於 Q 同 QP 咧，連贏及位置 Q 咧，我就反而就覺得潘頓奇啊、羅富全5隻馬力啊，就相當之具威脅啊。因為試閘咧就係嗰個追勁咧就係都幾得人驚嘅。咁3號燭光晚餐咧就係因為咧之前都已經俾阿紀仁安贏過啦，咁啊你冇買開就真係好驚佢，即係驚追補尾，同埋呢隻馬可能冇乜肉食，應該可能好熱嘅擂台等，相信又抽得檔。如果呢隻馬贏出嚟有啲唔出奇嘅，呢隻馬有權，因為抽得靚檔，人強馬勇。咁啊不過就擔心咧，就喺3班上就冇乜優勢，即係如果攞嚟拖就都係一個不錯嘅選擇嚟嘅。咁啊連 Q 同 QP 連位置 Q 就愛翻潘頓嗰隻馬力啦。咁啊另外推介埋個單 T 啊，呢場嘅單 T 啊3 T 頭關，我就建議就買137啊，137應該好大機會可以出137嘅。咁我就推介阿姚本輝可以日出即勝，捧走呢個扶輪8週年杯啊！我睇下潘明輝可唔可以捱過終點啦，即係衝臨過終點前力壓呢個潘頓奇嗰隻馬力啊，咁都幾好睇嘅。另外第7場咧，上次阿潘明輝騎嗰隻日遲千里咧都騎得好好㗎啦，咁啊輸俾潘頓騎阿偉達嗰隻達雪尋梅啊，唔失禮啊，都係算有交代嘅。但係今次咧就阿潘頓咧嗰隻就孭都9磅，咁啊比較重磅啲，即咁啊排咗檔位仲要衰到10排11檔，咁咧就馬房次選嚟嘅，即係達雪尋梅。咁上次雖然係人都好出色，咁啊驚幾次夜馬出賽併發症，咁咧我就反而推介咧就3號艾少禮騎阿姚本輝嘅日遲千里，今次可以反先嗰隻達雪尋梅。咁啊，至於 Q 同連贏位置 Q 就愛翻阿周俊樂騎阿廖康明嗰隻天下重義啦。咁啊呢隻馬咧就話晒都係配翻阿周俊樂會好啲嘅。咁啊佢同埋快活谷1200都贏過。咁啊雖然上次係贏阿潘頓，咁但係配阿周俊樂咧都相當之具呢個殺傷力嘅。不過今次就衰咩就衰12檔。咁啊贏面都係爭啲嘅。咁啊，唯一嘅優點就係轉咗去廖康明馬房咯，馬房係相當之重視隻馬嘅。咁啊，馬房有動態，咁啊都係呢隻馬都會去馬嘅，不過就喺呢棚馬就可能就未必夠爭，但係咧就個馬房同埋騎師嘅鬥志咧就搭夠咯，係隻馬就爭啲啦，騎師同馬房就一流啦，同埋檔位又比較差，所以贏面係比較低少少。咁咧就呢一場我就睇下隻9號啊，阿周俊樂騎啊廖康明嗰隻馬可唔可以追得過艾少禮騎嗰隻日遲千里啊？咁都幾好睇嘅。今次咧就睇下黃寶妮騎嗰隻比特星啊，即係許師傅賀賢馬房嗰隻比特星。呢隻轉倉馬咧轉咗去賀賢馬房咧，足就跑咗4次 Q，即係4個第2啊。呢隻馬咧就多數都係靠放嘅，咁今次咧就配黃寶妮就好機會一放到底啦。啱啱呢個跑道就 B 蘭斯灣就離放前置，希望佢可以一放到底贏馬啦，贏馬交代。睇下會唔會係黃寶妮2026年復速第1場頭馬啦。好，唔講咁多啦，大家贏多啲好，拜拜。